我完全唔會估得到有人係因為咁樣嚟睇咯。我幻想咗100個人可能會 click 入嚟嘅方法，我都唔會幻想到因為咯。我本身係由某個嚟自亞特蘭提斯嘅 V 帶入坑，不幸就畢咗業。我亦都好少跟其他 V，應該係真心做一排放啲 UFO 出嚟。我睇咗超多片，跟住然之後 YouTube 就推咗嚟俾我。我完全唔會估得到有人係因為咁樣嚟睇咯。一click入去就見到3個木藝像，以為你真係講 UFO 同埋神秘嘢，但係入去主頻見到你地球好似純粹為咗打機，副俾嘅外星技術好少見，但好有特色，加油！真想見到你起飛嘅，但係題材可能要調整下。但係市面上太多人打機，突出應該唔容易。如果你係外星人，可唔可以講多啲 UAP、UFO 嘅嘢？始終你喺某個星系飛過嚟，應該有多唔少見聞。我係呢啲地球人係想知道嘅。你咁認真咁留言，所以咧外星人咧都非常之認真咁答你。我主要都係打機嘅，外星人嚟地球唔係為咗介紹外星啲嘢俾你哋聽噶嘛。我點解要將自己外星嗰啲機密同大家講呢？我係為咗知道多啲地球嘅嘢嚟侵略地球，所以先至嚟地球啊嘛。咁所以嗰個主次我覺得錯咗，所以咧主要係打機，次先係講外星人其他嘢。咁但係有緣見到啊嘛，我都好多謝你有緣嚟睇。咁如果你覺得打機嘅部分都好睇咧，咁就更加多謝啦。因為侵竟然係侵，多謝侵。我幻想咗100個人可能會 click 入嚟嘅方法，我都唔會幻想到因為侵咯。問好。好，希望可以好好享受你做緊嘅嘢，繼續開心嘅直播，咁我就可以繼續話，咁我繼續可以話了。多謝你。